今日主打會講一隻比較熱門做 Webflow 嘅平台，就係美股 Surface Now。咁2026年至今唔止係用咗4個月嘅時間，股價已經係腰斬咗啦。唔單止 Surface Now 啦，所有其他軟件股都因為 Anthropic 每次推出新嘅模型，就全部跌到撲晒街，就無一幸免。究竟呢個係軟件股嘅世界末日，定係過分恐慌呢？咁我哋即刻進入 Surface Now 嘅基本分析。首先講下 Surface Now 係做緊乜，係一個企業 Webflow 嘅平台。核心嘅賣點係一個平台接駁晒公司入邊唔同嘅 system。我舉個例子，大家就會清楚呢個 Surface Now 嘅平台價值喺邊度。如果大家都有返個 office 工，就可能都知道每一個部門佢可能都有自己專屬嘅 system，就好似會計、shipping、生產同埋銷售，佢哋各自都有一個獨立嘅 system。假設而家有一個產品嘅零件出現問題，傳統公司嘅做法係會點做呢？可能就會集合所有有關嘅部門，生產部就要揾翻出嚟邊啲產品係用呢個零件，就安排停產同埋更換。涉及嘅產品亦都要話翻俾呢個船務部啦。咁個物流安排亦都要暫停或者係延遲，當中呢啲所有嘅信息又要交翻俾呢個銷售部，通知翻客人未來嘅產品係會有一個延期啦，同埋已經出咗貨嘅產品要點樣進行一個更換，或者當中涉及嘅費用啊，亦都要進行溝通。咁然之後，所有中間產生額外嘅費用，亦都要同會計部交代清楚啦，係點樣產生出嚟。當中部門同部門大部分嘅交流，可能都會用 email 或者一啲 Excel 表去做嘅，各自就係整理完再輸入翻自己嘅系統。Surface Now 嘅平台出現就係為咗取代一大堆唔同系統嘅信息同埋資料嘅交流，大大咁提升咗呢個準確性同埋效率，咁剩翻更多嘅時間俾人類專注去做審核同埋決策。而家睇一睇 Surface Now 嘅護城河，之前介紹咗佢嘅核心賣點，其實已經帶出咗佢最大嘅護城河，就係呢個 switching cost。當一間公司所有嘅 system 連埋咗一齊，你就可以想像我哋人體所有重要嘅器官，俾成千上萬嘅血管連埋咗一齊。咁如果你要去更換嘅話，係十分之昂貴同埋一個龐大嘅手術。所以就係 Surface Now 嘅 renewal rate 係達到98%，基本上啲客一用咗去就唔會諗住去更換嘅。咁我哋可以睇下佢個 ACV 就係 Annual Contract Value。咁當中佢有603個客戶都係大過500萬美金㗎。咁而個 average 更加係去到高達1400萬美金。所以佢喺呢個大型企業嘅滲透率係十分之高，基本上 Fortune 500裏邊大部分嘅客戶都係有用 Surface Now。另外我哋睇下佢 RPO 係高達280億美金，RPO 就係一啲已經係簽咗約，但係未開始執行嘅 project。所以大家見到佢未來嘅呢個銷售額、營業額嘅可視性十分之高，佢俾出嚟嘅一個 future guidance 係十分之實在。睇下有一啲大客戶就好似4大會計師樓之一嘅 Deloitte，佢本身都係用 Surface Now，所以佢會好樂意推廣 Surface Now 俾佢自己嘅客戶。因為如果大家都係用同一個平台，咁佢哋兩個唔同嘅系統就可以直接去做一個資料分享，咁令到德勤本身嘅工作效率都會大大咁提升。所以喺呢度就會形成咗一個生態圈。其實 Surface Now 同 Anthropic 本身已經有深度嘅合作，而喺 Surface Now 平台上高首選嘅模型就係 Anthropic。你可以想像 Anthropic 其實就係 Surface Now 嘅大腦，而 Surface Now 做嘅嘢就係深度咁去整合一啲唔同嘅系統。
所以你話 Anthropic 會唔會殺死呢個 Surface Now？咁我經過分析之後，覺得佢哋更加傾向互惠互利嘅關係。護城河如果10分嘅話，我會俾到7分。始終佢喺市場上都仲有一定嘅競爭對手。咁佢最大嘅競爭對手就係 Salesforce 啦。而技術上高就好似冇 NVIDIA、台積電、SMIL 咁獨一無二，所以我淨係俾到7分。咁另外我哋睇下 Surface Now 現價嘅性價比如何啦。咁我哋就會拎 Microsoft 做一個參考。如果 Microsoft 係5分嘅話，咁 Surface Now 係會有幾多分呢？咁我哋會從5個維度做一個比較嘅。咁我會每個欄位解釋係代表啲乜，數字就自己睇啦，因為都十分之清楚。咁第一個欄位就係 Price to Sales Ratio 啦。咁第二個欄位就係 Price to Free Cash Flow。咁點解我哋會用呢個 Free Cash Flow 而唔用一般會計上嘅盈利呢？因為好多時呢啲高增長嘅科技股，佢有一樣嘢叫做 SBC，就係呢個 Stock-Based Compensation，就係每年佢會增發一啲股份去激勵員工嘅。咁如果會計總則上高咧，呢一部分佢會當為一個支出，咁就會大大咁拖低咗呢個會計盈利嘅。而 Free Cash Flow 咧就唔會將呢啲 SBC 就係納入去嘅。所以一般如果對於一啲高增長股，我哋係用 Free Cash Flow 係會睇得比較準確少少。所以如果用 PE 去睇 Surface Now，其實係去到50幾倍。但係如果我哋用 Free Cash Flow，咁佢其實得返就係18點幾倍。第三個欄位就係 Free Cash Flow Margin，就係代表每做100蚊生意，究竟佢可以轉化到幾多為現金呢？以呢個 Surface Now 為例，咁佢做100蚊生意，佢有35蚊就可以轉化為呢個可用嘅現金。第四個欄位就好直接，就係一個每年個 Revenue Growth 係幾多啦。最後一個欄位就呢個 Rule of 40。咁自從有一啲軟件股，咁呢個指標係十分之熱門嘅，就係將上高呢兩個欄位相加就變咗一個指標。如果係40或以上，就代表係一個比較優質嘅股票啦，因為佢係呢個收入高增長之餘，亦都可以有效地將一啲收入轉化成為一個現金嘅。所以大家睇到 Surface Now 股價大幅回落之後，而家呢一刻去到80幾蚊，所有嘅指標都係比 Microsoft 要優勝嘅。所以如果 Microsoft 係5分嘅話，咁 Surface Now 嘅性價比評分我會係俾到8分。最後就睇下 Surface Now 嘅技術分析。咁個圖表望落去就十分之慘烈㗎。其實從高位呢個最高位240蚊跌落嚟，足足係唔見咗66%嘅。我哋可以睇到佢所有均線都跌穿咗啦。咁而距離150天、250天線都係一個好遠嘅距離嘅。咁代表佢跌得係十分之急速㗎。咁亦都係出現咗好明顯嘅死亡交叉啦。咁50天線係穿晒150天、250天線，呢個係好典型嘅長期下跌趨勢。最近期幾個禮拜，我哋可以睇到佢從一個細平台啦，就以3支飛刀嘅形式咁樣去大幅下跌。咁所以係十分之兇險嘅一個趨勢。所以喺呢個形態上高，我哋會稱之為一個沉底嘅形態啦。咁佢去到邊度係先為之一個底係冇人知，咁要等個市場話俾我哋知啦。咁我哋唯一就可以做一啲叫做估計啦。咁我哋拉翻長個圖去睇一睇，究竟可能嘅底部會向邊啦。咁而家落到嚟呢個80幾蚊位，其實係一個密集嘅平台啦。咁佢有機會，大家睇到呢度可以拉條線，有機會就係82蚊、81蚊就係一個水平啦。咁我哋睇到最近期嗰支陰燭
最底嘅話就去到81蚊啦，喺呢個平台之後反轉，咁我哋短期可以稱之為就係一個支持位啦。如果穿埋呢個81嘅話，咁會去到邊呢？咁我哋又可以拉翻遠嚟睇睇。咁第二個底部會響一個又係呢條比較密集嘅線啦，見到有幾個底或者頂。咁我哋又可以拉條線出嚟，咁大概係去到72蚊。咁短期嘅話，如果以技術分析嚟講，咁呢兩個係一個比較重要嘅支持位啦。而上升嘅阻力會係響邊一度呢？咁可以睇到佢下跌嘅過程當中係俾條50天線係阻住咗㗎。咁佢掂咗一次啦，咁呢度兩次啦。咁呢度叫做上翻嚟，始終咧係過唔到呢條50天線嘅。咁短期之內，我哋可以當呢條50天線係一個阻力位啦。即係如果佢升穿咗嘅邊個形態先可能會改善。我哋睇到 RSI 係一直喺徘徊30或者以下嘅區域啦，咁屬於一個超買嘅區域嘅。但係其實如果一個弱勢持續落去咧，好多時都係維持喺30或以下。所以 RSI 其實即係代表個跌勢係十分之急，但係你話會唔會係一個好強力嘅反彈呢？咁就係未必嘅。所以綜合咗所有嘅技術形態、圖表形態呢，我如果10分滿分，我就係俾佢2分呢。咁絕對係有待觀察嘅。最後 Surface Now 得到嘅評分係護城河有7分，性價比有8分。而呢個技術形態就係得2分，有待觀察嘅。咁每個禮拜我都會揀選一隻美股，從呢幾個維度去分析同埋評分嘅，咁俾大家知多啲同埋參考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